无共的体验，这是修理手表有大学问。家己这个手表师傅，伊的功夫真在北，请到外国去。一寡人特别来到台湾要来学西雅。这个师傅叫做陈春华，修理手表的经验已经38档，上厉害就是伊会当贵无到有，家己生产零件，排队要等伊修理手表的人客实在济。过去嘛捌有外国的头家开一年上百万的薪水，希望请伊出国来做事。也毋过陈春华伊无爱，甘愿守伫咧家己当市场细经店面，原来这后壁嘛有故事。机器的声音轰轰叫，斟酌咧芳磨打造这个手表啊零件。伊就是钟表师傅陈春华，有38年修理表的经验。上厉害是老师傅会当对有到无，家己来制作零件。排队等伊修理表的人客拢毋捌当过。我给你调整来这试试看。有什么问题来跟他请教的，他马上知道说我们在使用上是哪里不对。伊就像这个表的医生同款，除了替人客甲表啊修理好势，佫会交代讲爱安怎使用才是正确的。伊修理表啊，逐个幼目拢足斟酌的，足受人客学乐。就连马来西亚的钟表师傅嘛，特别走来台湾来甲伊学技术。对我的技术提升有帮助，所以千里迢迢来教他。这个职业年龄层都在增长，需要年轻人来加入。陈春华讲，其实意大利、美国的表啊商嘛捌开100万的年薪来请伊去做工课。不过陈春华伊甘愿屈身伫家己的市场内，通来传承修理表的技术。我们台湾也有好几个都到瑞士、美国去学啊，但是学一学都没有回来。对伊来讲，钱毋是上重要的。陈春华认为讲，食一回学一过，一步一脚印，认真来拍拼研究。伊嘛要甲这个修理表的技术甲传承予徒弟。国宝级的钟表师对这个表的热情，就亲像表仔内的链仔器同款，会一直踅落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